对兄弟新年恭喜！愿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甲咱三甲弟弟这是我头一摆新年，甲大家做伙伫遮敬拜主啦。来真理大学服务，今年21年，这是头一摆，所以对我来讲是新的经验，新的经验。但是我做牧师今年是39年，所以若依照我这个做牧师训练，其实这个讲道对我来讲毋是新啦，就是讲讲道的准备，所以我会用过去的经验39年的经验来准备这个讲道。但是这毋是应该我爱有的这个心态啦，就是讲，毋是讲我的习惯经验来准备新的讲道，特别是今年新的年，咱要做伙伫遮来敬拜有道主。当然，伫咱过去一年久，咱嘛经历过无共款的历程，所以咱往往拢较会用习惯性来处理咱所面对遮个代志啦。所以咱用咱的社会经验。用咱的这个智慧来计算，还是讲安排来处理咱所拄着过去这种种的代志。当咱要进入新的年的时，到底咱要安怎继续向前来跑走新的年的时？检测这个礼拜，毋知对咱来讲是有啥款的特别的意义无？或者是讲啊，着牧师这就是咱淡水教会的这个传统。也是讲咱长老教会的传统，所以咱就是爱来一个新春庆社礼拜，所以我就来一个。今仔日天气足寒哦，所以到底咱这个心是甚物款的心来进入这个盛会，要来做伙庆社礼拜。咱要庆什么社？要感什么恩？我想这是咱爱真用心去面对，要面对新的年吼。所以进入这个新的年的这个。经历用人的方法，当然咱会感觉讲真妥当，因为迄是上实际。我常常讲，咱信仰是看袂到、摸袂到，但是呢，对咱家己所经历的生活，咱拢看会到、摸会到。特别对咱身体健康是更较直接，或者是拢靠底下偌深，咱的这个财务，咱拢足直接。所以要安怎来用信仰？真做咱的帮助经历过这个新的年，进入新的年，我想邀请大家做伙用上帝话来做咱新年的开始是不变不变的这个基础，才有法度来帮助你甲我好胆向前跑走咱人生的道路。因为咱所挖靠的拢是会暂时久、会变迁、会无去的。包括咱个人的身体健康，较勇的人嘛是爱去见主面啦吼。所以伫咱的人生过程中间，特别咱有信仰，咱有信仰的立位，咱的在座的兄弟，包括我啦吼，袂使牧师好讲的拢叫恁去信，我家己无信。所以咱做伙伫新的年开始的时，用上帝的话来做咱的开始来进入新的年，新的年。所以今仔日这个经文。拄好是咱教会这期上晚的这个过去的这个主日所用的这个经文啦。我就想这拢甲咱今年新的年要开始，也拢真有巧合的所在，会通真做咱的帮助。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上帝选民去受掠了，亚伯撒冷城拢去互毁坏，但是有机会转来因的故乡因所在这个圣殿的所在，亚伯撒冷圣城，去定起。甲城墙起好，起好，这尼希米带这些百姓来起好。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就是真要紧，要伫这个城门的这个空旷的所在，要做伙来新的年的开始。7月第1日，新的年开始。所以因伫咧这个水门空旷的所在，伫迄个所在来组织。这敢若亲像咱今仔日嘛是共款新的年要开始，咱组织伫这个盛会，这用意要创啥？毋是你来讲遮三甲来笑问你晓我替大家小食手势，较要紧，因是要创啥？就是要来听上帝话，上帝。所以7月初1，圣经这个记载7月初1，这个新的年的开始是上帝选民以色列百姓因的节期啦吼，分扫甲，今仔日无分扫甲。
分扫角啊。更要紧是对天光到透日头，就是差不多5点钟。啊，我咧想讲，今仔日牧师袂讲遐久，所以免烦恼。我就讲5点钟咧吼，5点钟啊，新年咧徛伫遐听上帝话5点钟，即种的心意啦，即种的心意是咱所爱的，咱所期待的。像着讲早期咱的教会的信徒，伫迄种困苦艰难的即个环境咧追求信仰的时，我想因的5点钟嘛，毋是甚物款的即个真长的时间，是因感觉真宝贵、真重要，听上帝的话啦。包括讲行路，我听真侪咱早期的即个兄弟的见证，行路爱去礼拜，迄个时间早起去，然后要准备食中昼了，下晡的礼拜线才搁倒转来。迄在拢是咱听过的故事，但是对咱来讲的是呢，这嘛是一个提醒甲即个指引，就是讲你甲我，咱今仔日清茶礼拜来遮听上帝话，咱有一种的敬虔的心无？咱有这个敬虔的心无？5点差不多5点钟，伫迄个所在听上帝的话啦，听上帝的话。一年开始，当然毋是说咱讲牧师用5点钟来听来换一年嘛是会使咯，搁落去的礼拜拢免听上帝话。伫即个过程中间，新的年开始，这就是上帝的百姓因即种心意是安怎有需要安尼做，因为过去的历程有真侪起起落落，有失败，有受掠，有艰难，也有欢喜，但是搁一摆定心要再出来时。毋是要用人的方法，嘛毋是要用家己的智慧，是倒转来上帝的话来做起头。当然，较要紧的，上帝话要讲互清楚。刚才我今仔日讲互清楚就好。煞个就是新的牧师爱搁甲恁带恁兄弟，大家伫圣经上帝话爱讲互清楚，大家会通了解上帝的话的意思。所以查经班真重要。讲道嘛是真重要，所以我头仔讲，我若用我的习惯性来准备39年的即个牧会经验来做我家己准备的时，检查讲我的话，讲恁可能爱听，但是无一定是上帝爱我讲的。这是我家己本身做传到这一个真重要爱面对的事，讲上帝话，毋是用我的教来讲，是爱用上帝的心来带我。兄弟，逐个通明白上帝话的真理、的要义的所在，要帮助你甲我伫生活上有甚物款的效果，这是上重要。所以，这个伊斯拉这个经学书读上帝话了，才会帮助的人拢做伙爱甲这个上帝话讲解互清楚，互兄弟逐个理解。所以今仔日伫这个所在，我有一个责任，就是要通过这2节的圣经。咱大家来想讲，要怎来进入新的年？所以真重要就是上帝话做咱的基础，这是一个真重要，咱生活要进入新的年的一个提醒。所以进入新的年，上帝话真做你甲我的基础。所以百姓因的这个伫这个听圣经上帝话的这个历程伫迄个差不多5点钟的中间，圣经来记载徛咧。徛起来，敬虔的心徛起来，有压落去，拍败即种，然后有哭有2种的可能性，至少一种的是真悲伤的哭，一种是真欢喜的哭，欢喜到流目屎，所以哭真趣味哭会通表现出是一个悲伤的，嘛会通展现出是一个快乐。那我相信伫圣经内底咧讲到上帝的选民应该这2种拢有啦，因为上帝话会刺插你我的心，来提醒上帝的选民讲：恁今仔日经历过为什么会受掠？就是因为行家己爱行的路，无照上帝的教示，所以恁要去掠去做奴隶，伫遐挨爸叫母，上帝才搁甲你带转来，对吧？带转来了，互恁定心开始，所以呢会欢喜，做伙自责来哭。咱的人生会经历过，拢会有这种这2种，至少这2种拢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会经历过啦，经历。
所以伫我最近所拄着吼，阮长妹咧96岁过身吼，安享主怀，即种的心境是毋甘嘛吼，但即种的心境是啥？拖磨的即个尾期的差不多1年久的即个身体肉体的艰难，上帝通煞伊安享，正是上帝永远国度的是迄种即个灵性的即个感动甲欢喜，这是我最近经历的，所以跟大家三个分享。所以咱的信仰历程，伫即个进入新的年，上帝为做基础的是，会通互咱伫上帝话的即个过程中间，帮助你甲我每一天会提醒，每一天的教导，每一天的即个指引，会通互咱来经过。所以进入上帝为咱备办新的年，上帝话做咱基础了，较要紧就是咱即摆礼拜煞，新春礼拜煞，咱要进入新的年的开始，要安怎来过？要安怎来过一年？就是讲过一年了，即个年若过了，咱就搁明年即个时阵，咱就来搁做新春感恩礼拜，搁定心再出发。所以要过一个年，要安怎来过？就是将上帝话落实伫咱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来实践上帝话啦。这个咱会通面对即个，咱无法度真清楚知影，咱下一步明仔载，还是讲下一分钟会拄着什么款的可能性的时，你要安怎踏出迄一步，就是照上帝话，咱来坦定来行每一天每一时刻的即个咱的人生的过程。所以，我做牧师这我无安排特别的拄好今仔日的主讲嘛伫即个所在即个牧师因为我要找我的就任的即个就任的迄个相片找足歹找，因为我39年敢若一届就任，就是我伫中会就任，我迄阵做顺会牧师，了就讲无机会就任嘛，毋是讲无教会牧会啦，因为来机构就免就任吼，所以我找我家己的相片，则找无就任的时咧，找阮哥哥的啦吼，牧师就任时就是新的开始的即个实践的即个誓约，甲伊所想要伫即个新的职务顶面，伊要安怎来照安尼去上帝话照安尼去行，即个要点的提醒，要点的。所以耶稣伫即个约旦河受洗了，开始要伊即个新的年、新的人生伫面上的宣告，福音的使命的开始啦。圣神充满，带伊进入伊上熟的即个成长的即个加利利的所在。这嘛是一个真趣味的即个历程过程哦。一个新的开始，竟然是带伊转去大家上熟在伊细汉的时的即个即个故乡。所以目像的囝哪有可能什么出家人啊？即种可能性哦。像先知伫本乡无受欢迎，即个挑战种种是其实最重要是面对的是耶稣伊咧展现伊人生历程新的使命的开始的实践的困难挑战。对咱上熟悉的环境开始，咱上熟悉，咱拢上安稳，但是咧上大的挑战也就是伫即个所在。所以咱上熟、上自在，就是拢家己会感觉讲，这就是安尼做就好。咱就无太侪机会去想讲，这敢是上帝爱我去做。所以咱会常常伫迄上熟的环境中间会去面对的，就是即种的挑战。上帝话要安怎伫你的生命中产生效果？所以耶稣伊的挑战面对的，伊会去想，咱会去想讲是安怎爱伫迄个所在开始，咱就可能会用咱的想法去想啦。所以有真侪时阵，这就是互咱有一个真好的一个提醒，是讲咱新的开始，咱要安怎去面对咱所爱去面对的，咱的习惯性。咱经过即个过去的一年久，咱用咱家己的智慧，咱家己的习惯，咱家己的才能，咱家己的财务的即个安排，咱亲像拢拍牌甲真好势。新的年开始，咱要去面对，面对迄个上习惯的所在，面对咱感觉上自在的所在。所以伫即个人生的历程中间，上大的课题就是伫咱家己本身。咱真困难去看到咱家己会无够个，因为咱拢感觉有够，靠我家己的智慧，靠我的习惯，所以足侪代志拢做甲真好势，应该是无啥物问题。
所以耶稣对于这个会堂的这个过程中间做开始的这个技术，咱来看见讲，耶稣所读的这个经文是以赛亚先知书内底这要点，这要点拄好，咱会通看见真要紧的吼。我可以较紧过去吼，较重要是这后壁这来，咱爱去面对的是这耶稣咧讲吼，咱提醒，受掠的，受掠送去互掠去，是别人遐需要的人，所以咱往往拢想的是，这个四周围咱的朋友，毋是咱家己本身，咱常常看见的就是别人的需要，这真好。但是呢，往往真侪时阵，咱拢去忽略咱家己本身。一新的年的开始，要安怎去实践这一年的这个生活？较要紧毋是看到别人的需要尔，上重要是你甲我咱要安怎会通互咱所做、手所做、心所想的，会通伫甲主的话会通契合做伙，这是较要紧。所以啥人看袂到，目睭青的，现啥人是受压制。绝对袂是我。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常常咧看的是别人的需要吼，真好，也是别人受压制，咱来甲伊斗帮忙。但是对咱开始，咱家己有看见咱的受束缚的所在，咱有看见咱家己看袂到的所在无？咱家己有去受到压制，但是咱一直拢闪过无去处理的。所以真侪时阵，伫即个新的年的实践的过程中间，迄个动力。会通继续站立行你的人生道路，当然是咱家己本身，咱自我的调整甲自我的认识。若无上帝的话，毋是干那摕来互别人的，特别是摕来批判别人，还是讲指导别人，是要对咱家己先产生迄个效果嘛。上帝的话诚做你甲我的帮助，毋是干那诚做别人的帮助，所以自我。爱去看见迄个需要，所以咱常常看见的是物质，物质的即个层面的即个代志，所以头仔讲的身体健康，咱拢真在意，因为这就是看到咱家己感觉真重要。但是实际上，咱敢有看见迄个咱为虾米身体无健康的即个心灵的问题？这是我自我挑战的一个课题嘛。所以医生讲我身体的健康，就是因为甲我的习惯嘛。但是我看袂到的习惯，就可能会因为看会到的，敢若在意这个问题，我去忽略家己爱自我改变，这是上直接的、上简单的生活上的课题啦。所以真侪时阵咧讲着讲，无你拢讲迄个足平凡日常生活，拢无着讲着灵性信仰，是安怎会造成我这个健康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的灵性的心灵生命的调整。无法度自我控制，无法度超越到家己的即个需要嘛，这就是咱基督徒爱去面对的一个足大的课题。所以耶稣带你甲我行人生的道路，咱咧讲学习耶稣，读圣经咧看耶稣安怎咧教导人，毋是看伊咧教导别人，是看耶稣咧讲咱要安怎进入即个情景。所以读圣经是爱读入去，迄个意思伫咧即个所在。咱有甲耶稣咧教导人的时阵，咱家己带入去讲，是啊，我是就是迄个软弱、无交托、无法度仰望主上帝全然交托的迄个人，是毋是？我面对我的人生生活生命的过程中间，我就是爱去面对这个课题。所以读圣经读出去，会读出这个所在。你一年要安怎来行？就是照这个教示实践，做无够的，咱就会通有自我调整的一个标准嘛，毋是咧看别人，毋是咧学习什么款的即个牧师，还是什么款的会友，是咧学习主耶稣伫圣经内底的教导。所以一年久的实践，这是上重要，就是对迄个看会到的物质的即个生活，咱拢会常是会去束缚一些所在。这毋是讲对甲毋对的代志，是因为咱是人是有限的啦。所以咱看会到就是看会到有限的代志做开始，但是伫迄个有限的代志的过程中间，你有去想到迄个看袂到的所在，所以你的目睭有真光明无？我无输我看有啊。
但是真正看有无？耶稣要互咱看见，就是迄个看袂到的，咱去忽略的所在，还是讲咱无愿意去面对的所在。咱的无够业，咱常常上歹看的，是讲上好拢无人看会出讲我的无够业，上好是拢看到好的所在。所以我上歹啥讲道出来，无需要甲我讲，你今仔讲道吼安怎？我上歹听到这，因为但是伊上直接啦吼，上好的即个听众就是牧师娘会甲我讲，你其他人吼安怎安怎。实际上伫咱生活中间，咱真侪时阵毋是拢爱去面对的，但是咱确实无愿意去面对的。所以伫即个新的年，咱要怎过新的年？迄个一年久啊，是365天，今仔日过了就364天，咱要怎来经历每一天的生活？要安怎甲咱熟习惯的人做伙生活？甲咱无习惯的人、无熟悉的人做伙生活？习惯的人常常拢用习惯性嘛。所以咱嘛是忽略上帝的话啦。毋捌的人可能更较好势讲，迄就甲我无交叉嘛。过来面对咱家己，毋免我上好。所以一年久要安怎来过？会过了真踏实。搁转来就是转来主的面前，互上帝话来刺插咱，听起来无真好听，无合咱的意，但是是救咱灵魂生命的话。这是足重要一个信仰课题的操练吼。听了无真介意听上，这个耶稣常常爱提醒咱的，拢是咱无介意听，所以咱拢真自然就是叫别人爱安尼去做，咱家己本身豆来做，所以听人亲像家己迄个，听人亲像家己是，伊爱听我，伊爱听我，毋是我听伊。所以这个信仰的操练。每一天，咱拢爱伫365天中间爱去面对的，就是实践上帝的话。这是一个课题，是一个操练。转来到新的年的开始的时，咱才有法度真清楚知影讲，我的灵性、我的信仰的心灵的这个历程的进展，才会通真清楚，会通看出迄个差别性。咱的生命中间习惯性真困难看出差别性。所以做生意的人上烦恼是讲无啥物款的分别，大家拢咧共款的代志咧做，生意足歹做的。咱基督徒伫即个大社会内底，敢若身份是有差别性的，但是生命有差别性。就是讲咱做人处事有差别性，无说咱拢人啊，哪有啥物差别性？所以有人的所在拢有问题，所以教会拢会冤家落势，拢会无要紧。若安尼讲落去，请你甲我讲，你有即个身份，有啥款特别的差别性、的需要性？你敢有需要即个基督徒的身份？若做人处事拢共款，无啥物差别性的事。你去妈祖经去做寺庙，敢会处理？袂。所以我常常伫即个过程中间咧想即个代志是讲，咱爱即个身份，迄个差别性，伫迄个一年久的实践中间，生命有差别性，做人处事有差别性。我伫真理大学服务，这牧师上清楚，伊我先拜。我伫遐21年，大部分的教职员工毋是基督徒，差别性毋对。有啦，我是牧师尔嘛，我是牧师嘛，但是做人处事有差别性，共款。即啥来？这个你就是一级主管，所以你会使管我，你会使安怎安怎。恁晓这？咱做基督徒，迄个身份有差别性，无够野，生命的差别性，对吧？迄伫咱淡水区，咱才有法度会通感染别人，有感受到迄个对生命的珍惜、生命意义、生命迄款对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互人会通欣赏，还是讲有迄个动机想要来亲近了解。这就是咱真久咱爱去面对的，所以至亲的人无法度认捌着主耶稣，咱就爱真提醒咱家己讲，是安怎？我至亲的人对这个信仰，无对我的生命感受到迄个差别性。这咱家己，所以这听着无啥介意听吼。对咱无熟悉的人共款意思嘛。所以社会报道的新闻中间，真侪咧做善事的人，迄就是。一个即时句的行动的差别性，
但是咱毋是基督徒，是要追求一摆性的差别性的，咱是要追求360工的差别性。这个信仰才有意义啦。所以操练不但操练的艺术，也是这个所在。所以无错伫这个新春清晨礼拜，咱要感谢主上帝带领咱过去一年久，过来未来新的年，过去一年久甲新的年，咱要伫什么所在、什么要点，咱有什么款的差别性？若无共款，基督徒的身份，你是家己淡水教会，这个身份拢袂变嘛，到你离开去吼，啊，若无拢无什么款特别啦。啊，就是讲你是淡水教会会友啦，你是基督徒嘛，啊，敢若就是去妈祖经，我是遐个，我的信徒安尼尔。咱毋是干那咧讲即款的身份的即个新年旧年的交替尔。若无咱今仔日即个所在，嘛无啥物款特别嘛。我倒来头拄所讲的，即个礼拜有啥物款的特别？即个清宵有啥物款的即个特别的意义无？有特别的意义了，就是讲咱旧年过去的生命的历程。今年要搁来新的年，咱有啥款的日子，也就是真清楚，咱要听主搁较深，听人搁较深。这讲起来是真无讲真具体啦，但是迄是对你甲我，咱每一人家己有家己的即个信仰的历程，啊，甲去面对的课题。所以明年我无伫遮吼，我退休啊，我转去新竹。所以每年的时间，嘛是即个共即个新春感恩礼拜时，你要带什么来互主上帝？你要进入即个圣殿的时，你要来遮是要用什么款的心意来见咱的主上帝？迄新的年才有意义嘛？新的年才有通产生一个新的可能性。若无，只不过是一个过水，一个形式。就算我伫遮讲5点钟的道理，嘛无啥物特别意义。所以，无错一摆邀请，毋茫你甲我，互上帝话帮助你甲我，提醒你甲我，互咱生命会通通过圣神的激励，兄弟姊妹手牵手做伙来起造的这种教会生活，咱来做伙行新的年，互主真理的话来净化咱的心，帮助你甲我行咱人生头前路站。咱同心来祈祷。感谢主上帝，互阮会伫人生生命的历程过程，毋是靠阮家己的熬，毋是靠阮的习惯，毋是靠阮的智慧，上重要是靠主你上帝的话。虽然你的教示有真侪，阮听了，甲阮的心意无一定共，但是是救阮灵魂生命的话，帮助阮会通来学习主耶稣，实践上帝的话，一直到面对主你爱去面对。十字架道路，甚至愿意来定死伫十字架顶，这种的心意帮助阮，互阮伫新的年，通日日更新再出发，过了有意义的一世人的生活。阮的祈祷拢是靠主圣主名求，阿门。